想喺加州揾個又安全、學校又好、又適合家庭生活嘅地方，我推介11城市 Elk Grove。大家好，我係北加州房地產經紀 Wendy。今日同大家快速拆解一下點解近年咁多華人家庭會由灣區甚至乎喺香港直接搬入嚟。十優城市第一個優點就係大家都非常關心嘅治安問題啦。Elk Grove 係一個非常安全嘅地方，尤其是相對一啲大城市，我哋嘅暴力罪案率咧係非常之低嘅。EGPD 警區其中一個核心基建就係一個 Real Time Information Center (RTIC). 呢個中心會即時整合各種案情資訊，再發佈俾前線警員，快速鎖定目標，降低對社會嘅風險。最具有標誌性嘅升級係 Drone as First Responder， 就係無人機先到場。無人機10秒起飛，2分鐘到達現場，比傳統嘅巡邏車7分鐘先到達現場更有效率。Elk Grove 嘅安全感唔單止係巡邏多，而係 EGPD 建立咗成套現代化嘅治安基建，反應更快，判斷更準，風險更低。對於有小朋友嘅家庭嚟講，日常去散步、去公園、去參加課外活動，安全嘅焦慮感都會減低好多。第二大優點就係校區啦。Elk Grove 最大嘅賣點就係我哋嘅學校非常之好，我哋有4間高分嘅高中，包括10分滿分嘅 Cosmonaut Oaks High School、9分嘅 Franklin High、Pleasant Grove High 同埋8分嘅 Sheldon High。Elk Grove 仲有間私立嘅醫學院 California North State University， 涵蓋咗 MD、Nursing、Dental、Pharmacy 嘅課程。嚟緊咧，亦都計劃興建一個 Teaching Hospital 去培訓未來嘅醫療界精英嘅。第三，生活喺萬歲加州，交稅交到麻木晒。Elk Grove 嘅銷售稅咧，仲係維持喺8.75%，比起灣區嘅城市去到10% 以上，長遠嚟講慳稅都慳唔少㗎。第四就係生活成本貼地，屋價同埋房屋相關嘅開支都係可負擔嘅。Elk Grove 用 Sacramento 電廠 Smart 去供電，淨係電費都比 PG&E 慳成40%咁多㗎。第5個優點咧就係亞裔社群友善。Elk Grove 嘅亞洲人口咧接近30%咁多㗎。呢一點咧對於好多新移民嘅家庭啦，或者喺灣區搬入嚟嘅家庭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安心位。無論係生活習慣啦、飲食嘅選擇啦，或者係社會文化咧，都比較容易融入嘅。第6咧就係5 mile 生活圈，日常生活咧基本上車程時間咧好短就可以應付到生活嘅所需㗎啦。我哋嘅城市咧有自己嘅 Costco 啦、Trader Joe、Daiso、華人超市，甚至乎係海味雜貨、酒樓、日本餐、韓燒、灣區嘅網紅店都一一開到入嚟 Elk Grove， 大大提升咗呢個城市嘅魅力。第7就係生活質素啦。Elk Grove 有超過100個公園，遊樂設施都非常之新。而且我哋仲有好多嘅 trail， 如果你有小朋友嘅話，約埋同學仔一齊去公園度放電散步，咁就可以過一個好愉快嘅週末㗎啦。第8就係家庭友善政策同埋社區活動啦。Elk Grove 每一年咧都會有好多次嘅大型活動啦，咁氣氛好啦，參與感亦都好高嘅。對於新搬入嚟嘅家庭嚟講啦，參與呢啲社區活動咧，好輕易就可以 build up 你嘅 comfort zone。第9，城市管理好，遊民嘅問題亦都處理得好好。呢一點咧，要特別讚一下咧，我哋 City Staff， 佢哋真係好有心去幫成個城市去做事啦。一個 app 叫做 See Click Fix 就可以 report 晒我哋日常遇到嘅公共問題，譬如野草啦、塞渠啦、街道好污糟啦，甚至乎係遊民嘅問題。市內咧幾乎咧見唔到任何嘅 homeless tent 去駐紮嘅。咁成個城市啦，大概有85個登記咗嘅 homeless， 亦都有 outreach team 咧去專人負責跟進咧呢一啲遊民嘅情況㗎，令到成個城市嘅街道都十分整潔同埋安全嘅。第10就係地理位置啦。Elk Grove 係喺加州州府 Sacramento， 交通十分方便。無論你係揸20分鐘嘅車程去到 downtown 返工，週末嘅時候想去行 Outlet， 定係冬天嘅時候往北行去到 Lake Tahoe 嗰度滑雪，都係非常之方便㗎。Elk Grove 咧特別適合重視安全同埋學區嘅家庭，想要生活便利、社區成熟、環境舒適嘅買家，又或者係想搬嚟擠擁嘅大城市嘅家庭 ，Elk Grove 都係非常之適合你㗎。如果想了解更多，歡迎隨時聯絡我，我係北加州房地產經紀 Wendy 啦。下次見，拜拜。